日禁區。究竟呢一個秘境喺邊度呢？今日嘅主角係沙頭角蓮麻坑礦洞。沙頭角咁係要禁區紙？又唔使喎。自2025年年初，政府放寬規定，搭小巴到蓮麻坑唔再需要禁區紙。而家交通更加方便，由上水搭59K 小巴到總站，就可以行到蓮麻坑郊遊徑做起步點。礦洞歷史悠久，早於英國租借新界之前，礦洞已經運作緊。佢嘅開採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60年代。喺1936至39年期間，礦洞係最興盛，產量最高，請咗近2000名礦工。礦石先會運往九龍，然後再以船隻出口到世界各地。二戰之後，因為國際原價下跌、天災工潮嘅影響，礦場最終喺50年代尾停運，於1962年被政府收回。喺呢度，無論行山新手定係中級行山友，都可以揾到啱 level 嘅路線。由蓮麻坑小巴站落車，經郊遊徑到礦洞，途中要上1000級樓梯，經過麥景陶碉堡，需時約半個鐘就會到礦洞。由礦洞沿路折返係最容易落山嘅路線。行有餘力嘅中級行山友可以經紅花嶺郊遊徑行多3.5公里去淡水坑。大家記住唔好令礦洞變垃圾洞，自己垃圾自己帶走，盡量唔好打擾村民。詳細嘅 GPS 路線、廁所資訊可以喺山全部都係山網站揾到。